上次教第一招教大家呼吸唞氣。嗱，呢樣嘢咧係非常之重要啊！因為如果你能夠習慣到，即係平時呼吸你都係用嗰個即係橫膈膜咁樣，即係唔好用上邊咧，即係你習慣好自然嘅啫，你就會做到啦。咁咧仲要做到咧係唔使諗嘅嚇。如果要諗咧，即係太多嘢諗啦。因為你唱緊顧唔到咁多嘢，又顧拍子又顧呢樣嗰樣，所以咧要做到好自然。咁平時呼吸都係咁咧，咁你就一開聲你就係用嗰個橫膈膜嚟呼氣做呼吸嚇。跟住今日第二招咧就係如果你話我係咁意唱下啫，我娛樂啫。如果咁樣係咁意唱下娛樂，你真係唔計較好與唔好咧，咁你又唔使聽㗎啦。咁而家我講嗰啲咧就係要花好多時間去做㗎。第二招咧就係你中意邊個歌星，你就選定咗呢隻歌，或者中意嗰隻歌佢唱呢隻歌。咁咧你就模仿佢。喂，仲要逐句模仿喎。你模仿嗰陣時咧，你聽下佢幾時入嘅喺邊度入，跟住佢個起跌佢嗰啲語氣有幾長有幾短，你跟足佢，要逐句學。如果咁樣學法咧，係嘥好多時間，冇錯。但係咧，你同一時間咧，你就記埋啲歌詞因為你要重複好多次㗎嘛係有效嘅。不過係嘥時間嘥得耐少少啦不過如果你咁樣嘥咁多時間去練好一隻歌咧，哇！一唱出嚟咧就無敵㗎，真係咁咧咁樣係只限於你係某一個 style 啫喎。但係如果你有時我想唱下呢個 style， 咁你又揾第二個歌星，又中意某啲歌咁，又揾第二個。咁你又學咗第二個嗰個模式㗎咯喎咁你如果有得10首8首嘅時候咧，你開始掌握到某啲地方咧，你又點樣跌點樣起點樣收喂，嗰啲 phrasing 你會掌握好多嘢㗎咯不過咧係長時間，但係咁樣咧，你一練咗之後咧，你日後咧你每唱呢隻歌，每唱唱翻同一類嘅歌嘅時候咧，你會係唔會失㗎喎當然日日都要 keep 住練啦第一招同第二招第二招係其實兩招都嘥好多時間嘅，成日都要留意嘅。係咁先，下一次再講。